我今仔要教几课，你该甲我讲一下啊。我嘛无算教，我是看教材啊，大家分享者，这是分享啊，这毋是教育频道啦，歹势。今仔要教到第10课，应该是会使啦。声调啊嘿，声调我至少爱教到声调，恁才会晓，恁啊无恁袂晓。好，第一个先我看了，安尼开始下一课。第3课，今仔要教10课呢，应该足紧的啦。我教足紧的啊，你看，我即摆开偌少，偌长，我头拄讲，我应该开1点钟啊啦。我看觅者，20分钟，靠呀，这是迄呢，这是无怪，这是怪台的时间呢。啊，我若无怪台是51分钟。好，继续。第3课是啥物？是啥物？Lesson 3 Syllable Vowel Syllable Vowel 啊，是不是？第3课音节化的母音。伊念都不要紧。第3課第3課。音節化嘅母音。第3課是音節化的母音，這是應該是刻意啦。第3課音節化的母音。音節化的母音，好，咱開始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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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哦，我兩個剛剛共款的，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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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，用，靠背你看笑，好，不要緊，我看你啊。練習。練習，練習。哦，真正啦。NG 是第2抓安。第3抓音。音，這是音哦。音。第5抓用，是毋是？還是無太曉。這是音尾呢。這是合喙音。合喙音。音尾呢，伊是一種喙型，一定愛結合其他的母音，才有法度發音，無法度單獨發音。哦，巧呢。刷了 NG 是NG 是哦，毋是 NG 哦。伊這下有一個中文，來咱試看覓。哦，變烏安，無啦，毋是啊。安是華語哦，這你若要講台語的時陣，就是安呢，敢呢，敢呢，安啊，海安，敢是海安，我嘛懷疑呢，海安哦，啊？毋是啦，毋對，海安是啥物？無會當回答，無要緊。海安你若要查的時陣，海是海 HAE，啊昂是 ANG 嘛，啊你安尼拍出來就是海安是海安金魚，海安是金魚哦，好繼續。音真是看過啊。等。你兩個敢共款呢？我請咱的語典講一下，好無？音嘛，音，啊另外一個 IN 毋是音哦，音的，迄是英文哦。
还写英文啊？哎靠呀，你还袂知啊？我看着英，这英英啊，英啊，英的啊，恁的阮的英的，你我伊啊，这个英就是英啊，英水嘛会使，英声音，拢是会使。继续。英英语吧，应该是英语。你看我搁讲爸是华语的一部分，毋是台语哦。巴干妈，顺续讲一下，巴干妈是一个，算是中华民国教育来台湾的一个，算是感染着台语的一部分。但是我感觉讲巴干妈，我个人的看法是巴干妈是会当入比咱的台语系统的，但是你还是要看时间，就是你还是要看讲你要安怎用，像讲即马敢有人无，我就会讲无啊，我会讲爸妈，你讲你知我说，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嘛对，你爸甲妈你都袂用着你的爸甲妈，这个是头拄看英语哦，到英语，英啊，英，到英语，好，看了，英语啊，英语，但是语这伊有人讲英语，这语是我毋知是倒位腔诶，因为我无听过，这个我定听前摆咧讲啊，但是句这个字我无听过啦，真正是无听过。好，继续。烟哦，烟调烟呢？哦，烟做个烟。N I A 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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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 N 就高嘴的 R N， 啥？我唔知。央中央哦，中央也是中央，应该是中央，我感觉是中央啊。央，现在是静央好啊，静央嘛会讲静庸，央甲庸敢若就一通用所在。但是我看的是中央哦，中央，因为我头仔想到是中央，对，中央这个伊就无音节啦，音调，中央完全无音调，这是一个大家当学的一个无音调语，较好学习。好，继续。无伊。是啥物？科批的小蜜蜂哦。好啦，较济物件是讲啦，你看遮拢成王啊、明王啊、无往不利啊，这伊讲清楚，我毋知啦，你若无清楚爱甲我讲，拢无人甲我讲，我无法度。人王啊，咱看这个人王，人王啊，天下人王，搁有一个九王送啊，互恁九王送一个。李王啊，九王送李王应该是吕王，毋是李王啊。这个李王我毋知是倒位腔啊，嘿。吕王啊，我拢听过吕王，无听过李王。过来。好，用了。连续，我念一遍。M， 单独发音是。毋是啊。N 若结合，A 是叫做安。N 字单独发音是第二段安。第三段音。第四段烟。
第五抓，om用，接下来，了呢，哦，第三课了，够紧的呢。其实足紧的啊，我感过来应该过2点钟就会使教了。2点钟是加了会少啊，我是感算少啦，啊，教了会当算者。好，继续。而且呢？